做營銷最忌諱嘅就係成日諗住搞大新聞，一味追求爆款係摧毀一個專業品牌最快嘅方法。心理學家艾賓浩斯提出嘅遺忘曲線話俾我哋知，人類接收新信息後遺忘速度係先快後慢嘅。如果你嘅品牌只係喺客戶面前出現一次，幾日後佢哋就會將你忘記得一乾二淨。對抗遺忘嘅唯一方法就係喺關鍵節點不斷重複。今日好多老闆做內容營銷，心態非常浮躁，出咗一條片冇爆就即刻換風格，寫咗2篇文章冇轉化就覺得呢條路行唔通。其實建立品牌信任從來都唔係靠一次半次嘅一鳴驚人，係靠長期穩定、高質量嘅持續輸出去對抗客戶嘅遺忘曲線。尤其係專業領域，客戶需要時間去驗證你嘅實力。AI 時代，你嘅 AI 專業分身就係嗰個唔識攰嘅播種機器，佢可以將你嘅核心價值觀、專業理念以唔同嘅視覺同形式不斷咁呈現喺客戶面前。呢種聽落好戇居嘅重複，正係產生複利效應嘅關鍵。當專業內容持續累積成龐大嘅數字資產，量變就會引起質變，品牌嘅爆發只係時間嘅問題嚟嘅啫。Follow 俾個 like，白頭佬幫你輕鬆做生意。